勞動部雲嘉南分署27號舉辦2026雲嘉南區就業博覽會，如何閃過這波強降雨，趁雨勢較和緩的時，吸引儕民眾來到城大中正堂。不管是要了解就業市場，或者是畢業想要找頭路，在職想要換工作，佇遮除了提供多元產業的機會，真儕民眾攏是因為台積電、美光等指標大搶來。這次就業博覽會呢，因為看到了很多跟 AI 相關的產業，所以想要進來看看有沒有機會踏入這塊 AI 的產業。想要透過這次的那個就業博覽會，然後呢可以加入到 AI 的行列。那因為之前有參加關於就是 AI 導入到軟體類的工作類的東西，對，然後想要透過這次的博覽會，然後再進一步的看有沒有什麼更好的發展。我覺得這一次那個就業博覽會，我覺得這邊的產業非常的多元，然後想說就是想要來這邊看看有沒有合適自己的工作這樣。如果是國貿相關的也可以。那因為我看這邊今天台積電也有來，所以說想要來這邊看看有沒有合適自己的相關工作。對薪資有沒有特別的一個期待？薪資的話，可能至少坐落在3萬、3萬5以上，當然是比較好。今年雲嘉南區就業博覽會有58間企業現場徵才，釋出超過3500個工作機會，其中 AI、半導體以及智慧製造供應鏈相關的職缺就超過1400個。企業當中甲求職民眾面試互動。在科技大廠當中，台灣4科豐盛科技所招募的研發工程師，更開出全場上懸10萬塊的薪水，相當吸引力。現在的 AI 需財恐急，所以相關的廠商有15家，提供1400多個AI 科技的職缺哈。那種類非常的多元，那我們歸納有90%都是免經驗。那90%也都是我們在地工作的職缺，那開出4萬以上的有3%，3萬5以上有3%，這跟以往在勞動條件上有很顯著的提升。今年國家太空中心嘛首次參與勞動部徵才來招募各類工程技術人員，基本薪水4萬塊以上。勞動部表示，因不只要幫大家找頭路，也規劃職前訓練、就業技能提升，以及對企業的就業獎助等等，來帶動勞動市場的活化，以創造勞工、企業甲產業三贏局面。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。